我哋鏡頭嚟到肇慶鼎湖萬達廣場。萬達廣場呢就唔需要多作介紹噶啦。呢度呢係2021年11月底係開業。咁萬達廣場就涵蓋咗購物中心啦、商業街、住宅、公寓，亦都有餐廳、兒童樂園、服裝店、超市，個鼎湖區重要嘅地標，一個大型嘅城市綜合體，滿足到呢個一站式嘅需求。但係我入去行咗一圈呢，基本上冇幾多個人。呢個可能同經濟大環境有關係啦。咁亦都係因為其實好多肇慶本地人呢已經離開肇慶去其他城市去工作，去廣州、去香港，甚至係海外。真正留返喺本地唔少都係老人家，或者係留守兒童同埋外來務工者，好似嚟咗一個人口置換咁樣，本地人去外地，外地人嚟到本地。但係點都好，今次嚟到肇慶嘅感覺係的確唔錯。我細細個嚟旅遊嗰陣時，真係變咗個地方咁樣，完全唔同啊！